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我們先看21世紀經濟報道，他說新政落地後指的是這個8月應該是7號晚上，北京不是出台樓市新政嗎？21世紀經濟報道他說北京成為今年下半年首個大幅優化樓市新政的一線城市。那新政落地以後，市場反應怎麼樣呢？一個星期過去了，對不對？上個周五到現在正好一個星期。21世紀經濟報道調研發現，說新政後的首個周末，北京部分中介門店帶看量明顯多於平日，一些優質房源已快速成交，部分房源的成交價格較此前有所提升，部分新房項目接待量明顯增加。然後根據中指研究院的數據，新政實施後前6天，就是8月8號到8月13號北京二手房成交2450套，環比就是比那個8月1號到8月6號增長 8.6%， 新房成交451套，環比增長 4.4%。 說點什麼好呢？這能比搞來搞去整個北京市一個星期就成交了2000多套，是該高興還是該悲傷呢？這個6天2400套，實際上也一天400套，一個月多少？一個月是12000套，不到13000套。這還沒有上北京的榮枯線呢，北京的榮枯線是15000套這媒體就為了對吧，就顯示穩中向好，顯示這個政策有效果，就這麼解讀是嗎？你看8月8號到8月13號這6天一共就賣了2450套，平均一天是410套不到那30天呢12300套，比那15000套差遠了。說明什麼？說明現在消費者非常冷靜，就不是你一刺激一下人家就買，對吧？不是你拿鞭子抽一下，不是你在那兒制造一個說房價要漲，再不買來不及了，別人就真上當買。現在大家都是非常有主見，當然了，一方面是有主見，一方面什麼呢？一方面是口袋不容許他沒有主見，是不是沒錢買什麼？實際上這個數字是非常非常非常讓人心酸的。也就是這個政策出了，這簡直對吧？沒有什麼太大的動靜。根據中指數據截至今年7月，北京頭部中介二手房存量掛牌量為11.5萬套，較1月末的13萬套減少1.5萬套，較去年高點下降 23%。 這個看上去還可以就是說掛牌量降下來了。但是你再看截至7月末，北京商品住宅的出清周期 18.3個月，較今年3月高點下降 4.4個月，也就是1年半，你這房子你這項目一出來之後1年半才能賣得完。所以說媒體就是尬吹反正什麼數字後面都是穩中向好就行了，你都吹掉了今天網上有個熱搜，這個熱搜也莫名其妙我也看了一下，這熱搜的標題叫哪些房子正失去變現價值。說莫名其妙是說這個熱搜不知道誰整的沒看見哪個正經媒體在報道。我看了一下，大概的意思是5年後說這4類房子將一文不值，已經有人開始拋售，別再當接盤俠。哪4類房子呢？說一個是法拍房7折沒人要，清倉率僅 16%， 這個不能要這房子。第二個是學區房多校劃片加教師輪崗，名校溢價被拆，說白了就是學區房。第三個是特價房功底房，看似簡陋，實則暗藏延期交付，辦證難。第四個是遠郊房，缺產業缺人口，有價無市最危險。那這4種房子確實他說的也沒錯，法拍房7折都沒人要的，你跑去撿漏，你恐怕要上當，你要交學費。第二個學區房咱們說過很多回了他這個說學區房叫多校劃片，多校劃片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那個區域4個學校4個小學一起，然後你那麼大的一個區域然後你就是抽籤摇號，這電腦摇号摇到哪個學校是哪個學校，
對吧？你那個一共有 A、B、C、D 4個學校那個區域，那麼如果你搖到的是 A 學校，實際上離你們家最近的是 B 學校 ，A 學校反而離你們家最遠。但是不好意思，電腦搖到 A， 那你就得去 A 學校上學，這叫多滑片電腦排位。好，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那人家說了，那當地那個最好的學校是 C 學校，是吧？不要緊 ，C 學校的老師在 A、B、C、D 這學校輪崗，所有的老師都輪，幾年輪一回。那你說還有啥名校不名校的？實際上這個辦法都是為了把這個學區房、上學難，對吧？這些給它緩解。所以不管怎麼說啊，他這些行為啊，都是讓学区房那個泡沫破滅，学区房就要回歸原來的價值。它以前是多少錢就應該多少錢，把学区這個溢價給它去掉了，沒了啊。所以這就是我一直說的，現在還有人在玩学区房的，那過2年有的哭啊。只是他說特價房、公抵房這個東西，那就不能一概而論，你得对吧？一事一議。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遠郊房缺產業缺人口，有價無市则危險。確實啊，遠郊房什麼呢？遠郊房最好是什麼？如果你說我買房就是住就是消費，那你就看你的心情。如果那個遠郊房符合你的心意，住着舒服，那你就買。但是你不要想着你這房子買了之後還要賣，对吧？我賣了之後我也要回来錢幹什麼？不要這麼想，就是消費啊。就像你買了個奔馳，你買了個奔馳不就是為了出去裝一裝嗎？或者是对吧？你不要老想着買了奔馳是為了過2年我把它賣掉，一般人沒這個想法啊。所以說，當消費心態沒無所謂。但是作者他說啊，他的意思是這些房子會失去變現價值，確實是啊。你遠郊的房子到時候如果你真要賣，那不好賣啊，沒有流動性。你就是北京市的遠郊，比如6環邊上的都不好賣。对吧？北京市那個什麼房山那房子都不好賣，流動性差。但是這個怎麼上的熱搜咱也不知道啊，反正熱搜上掛着呢。沒有真實居住需求托底，靠炒作堆起來的價格，遲早打回原形，沒毛病啊，就是這樣的。樓市下半場比誰看得準？不能這麼說啊，樓市下半場以消費的眼光去看，什麼準不準的？你喜歡就行啊，你錢夠，你喜歡。千金難買你願意，是不是啊？你手上錢夠了，你就覺得這房子好，住着心裡舒服，住着心裡得勁，那你就買啊，對吧？你住着舒服之後，你上班，對吧？你身體可哪好了呢？心情愉悅啊！你賺錢不就是為了讓自己心情好嗎？愉悅，对不對？你買了這個房子，心情愉悅，又不是貸款的，無所謂啊。用消費的眼光去看，對吧？就像你看見了一件漂亮的衣服。你買了，你穿了之後你覺得提氣，那你就買了它，对吧？你也買得起，雖然3000貴了點，但你買得起啊。那你買了穿着，感覺人都不一樣。所以我們看待房子也得是這種眼光。反過來說啊，你現在認為還有流動性的房子，你認為現在位置還不錯的，價格還不錯的房子，過10年8年以後什麼樣你也不知道，對吧？你很難掐指算到啊。你現在看的位置不錯。但是過了多少年以後，那個說不定啊，那個時候人的想法也不一樣了，对吧？位置好，人家不覺得你那位置好，觀念會變。你那個房子邊上說不定有個好的企業啊，比如阿里，比如說美團，或者是字節跳動，離那不遠，所以你那房子還不錯，是吧？房價也挺高的，租的也挺貴。但是哪天他搬走了，你說3年以後、5年以後他搬走了，那你那房子還能值錢嗎？那價格就下來了。這阿里搬不搬走你也管不了他，那你就是最近那個騰訊是吧，在深圳，腾讯搬家，他搬走之後，他那個原来的地方那個房價就掉下來了，實體店都幹不下去了，好幾萬人搬走了，是吧？那這些東西都不是你能決定的，所以你買的時候你覺得挺好啊，這附近是腾讯，又是阿里，又是字節跳动，大廠在這附近，5年以後大廠在哪兒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啊，就是說你算不到10年、5年、8年以後是什麼個情況。現在看的不錯，未來8年说不定你這地方就是棄之於說到這兒啊，網上有很多文章正好說的就是阿里過氣網紅城市杭州。我這文章寫的還是比較這個真實啊，作者叫什麼蚂蟻大喇叭，他說他們家啊是雙職工，他跟他老公2人都上班，
老公是在阿里上班。他们家啊說2個孩子，1兒1女，一家4口負債。老公失業8個月後啊，我們決定賣房還債，房子賠了172萬。賣房合同簽完那一刻，我哭了。傷心的是自己為什麼沒在2022年把房子賣掉。2022年、2023年是吧？咱們天天說那個杭州啊，趕緊把房子賣掉，是吧？碼農去鄭州啊買套房，當時杭州新房價格是3萬均價，對吧？你3萬你一賣，然後你在鄭州買一套才100萬嘛。鄭州好像當時新房價格是9000多均價啊，你買100平的，這反正100萬，剩下200萬存銀行，完了之後你再買個網約車是吧？開比亞迪，就是那個時候，哎，這個作者也恨自己啊，為什麼22年不賣房？恰恰就是我22年是吧？那時候開始勸22年、23年就勸大家賣房，就是杭州的碼農啊。老公安慰說啊，沒事，至少咱家此刻沒有負債了，無債一身輕，輕裝上陣，從頭再來就是了。這倒也是啊，後悔沒有用啊，你哭幹什麼呢？這玩意兒就是既然過來了，那就咬着牙往前走吧。後悔它解決不了問題了。賣掉的這套房子是我們的第一套住房，也是婚房，你看就是剛需唄。房間不大，小小的2室1廳，60多平，2、3個人住得很溫馨。但是娃出生後啊，就大孩子出生以後，情況就變了。老人過來帶孩子，小兩居室開始變得擁擠起來。特別是老大男孩子越長越高，肚子裡有老二之後啊，必須考慮換房了。你看，這就是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啊，剛需，他沒辦法，那小房子不行了，結婚的時候買個小房子，這等他生了孩子，小房子就不行了，就要換大房子，他都是被推着走的啊。它不屬於炒房啊，它是被推着走，所以考慮換房。2021年末，咬咬牙買下人生的第2套住房，那正是最高點。2021年嘛，在杭州啊，這次直接搞了個大的4室1廳，137平，119平，就是實用面積啊，119平，一梯4戶，在22層的5樓，一共22層，它是5樓，推窗就是公園。視野那叫一個開闊，毫無遮擋。雖然房貸壓力變大了，但居住寬敞，新房的喜悅啊，告訴自己值得。往後4年多，在這套房子裡見證了女兒出生，公公退休後也搬了過來。房子裡面一家人溫馨又愜意，居住剛剛好，一切都那麼美好啊。但是啊，這歡樂總是短暫的。美好的日子被老公的一紙裁員通知打破了。他說，雖然拿到了10幾萬的賠償，但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階段，高額的房貸像塊巨石，壓得人喘不過氣。老公在大廠有10多年的螺絲釘經驗，但39歲的年紀，沒有核心技能傍身的他，在職場的生存空間幾乎已經被壓縮殆盡。39歲啊，基本上對吧？碼農39歲，你說也很難再找工作啊。他說，而我今年剛新入職了一家小公司，月薪6000多，雖然比較低，但是為了這份社保，我接受了。你看，這是叫聰明人啊！很多人都為了社保啊，這單位給他交社保，他就去上班，雖然工資不高。也許有人認為兩口子工作多年，家裡就沒點存款嗎？有是有，20多萬，加上老公的賠償，總共不到40萬，這40萬窩囊費啊！這些年買車買房，他買了2套房嘛，其實不少了啊。養兒育女，吃喝拉撒，還房貸，哪一項不需要錢？本來在我倆的規劃中，通過提前還貸，再有4、5年，盡量把房貸全部結清。目前還剩150多萬房貸，誰知道老公失業了，每月近3萬的到手收入沒有了，就是她老公工資還不低啊，到手3萬。那他的年薪應該在50萬左右啊，那发到手能发3萬嗎？第一套小房子早在2022年我就有過賣掉的想法，正好可以減輕第2套房子的還款壓力。但是啊，他說當年看着房價一直在上漲，我猶豫了，生怕自己賣虧了。等到房價下降週期，我還幻想着萬一哪天還能漲起來。你說他吃虧就吃虧的沒看我節目啊，你看了我的節目花50塊錢
你說他少損失多少啊？我那個時候天天說过气网红支持杭州房價虛高，好多人還怼我是吧？說我不懂。现在回頭看看，他還幻想着房價還會彈起來，所以說一直在猶豫。於是時間窗口一次次錯過，他說終於啊，在3月底以84萬的價格賣掉。這跟2022年第一次掛牌256萬相比，一下子虧損了172萬，內心懊悔難過的我，連續1周提起房子就掉眼淚。現在日子過得難了，如果當時賣掉，手裡還有一筆大幾十萬的存款。當然了，他這個作者他沒說清楚他這房子多少錢買的啊。復盘自己過往的愚蠢行為，高位換房，成為接盤俠，在房價最高位2套房置換成4房，2房置換成4房。如果買房再晚一些，去年或者今年等于净賺200多萬。老房子惜賣，一直想着漲價，怕賣虧了，後面形勢出現不妙，還捨不得降價，不懂及時止損，於是越虧越多。掛牌後一段時間，中介前後給我打了18次電話，每一次的第一句話是：姐，咱的房子還得再降低點。同小區剛賣出了房子，均價幾萬幾萬，如果不讓步的話，我沒法給你重點去推薦了。現在這年頭，賣房子的成孫子了，沒辦法，1分錢難倒英雄漢，我徹底沒了脾氣。什麼尊嚴體面，在金錢的重壓下都變得一文不值。房子我不想再握在手裡了，賣掉最起碼去心病，不用患得患失。房子賣過的錢加上老公的賠償，公婆再贊助15萬，家裡20多萬存款拿出一半，準備梭哈到一次還清房貸，這樣家裡還有10萬元存款，老公哪怕找一份月薪1萬的工作，生活也會好起來。用老公的話呀，無債一身輕，生活真輕鬆。他們家最大的問題不是什麼房子啊，他們家最大的問題是老公失業。如果老公不失業，他們家依然對吧，岁月靜好。主要老公1個月3萬的收入沒了，一下就陷入困頓。當然了，只是他說賣房虧了170萬，這個不好說啊，因為他跟他最高點比，人不能這麼比啊，你這麼比的話你沒法活啊，這麼比的話那就是叫什麼，叫庸人自擾。你只能說你的房子買了是多少錢，你買了多少錢，然後你還按揭貸款一共還了多少，契稅加到一起一共多少錢，對吧？我現在賣只賣了84萬，是多了還是少了？少多少？你跟你最高點去比，那誰能賣在最高點的問題是，對吧？那這個對自己要求太高了，賣到最高點，買在最低點，那你要有這本事啊，你不成巴菲特了嗎？這種想法都是荒謬的，你不要老想着買在最低點，賣在最高點，這個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對吧？我們普通人只能就是隨着大勢去起伏。所以說他賣這套房子到底賠了多少錢，肯定是，對吧？肯定沒賺什麼錢。但是他高位接盤，21年買的第2套房那是高位接盤，這個沒毛病。21年恒大的暴雷了，那個時候去上車，對吧？確實有點這個欠思量。還有一篇文章介紹的是學區房作者說我倆朋友，一個在長沙，一個在鄭州，最近都被房子套牢了。你說倆朋友，一个長沙，一個鄭州，一個比一個差，誰也別笑話誰。他說我有2個朋友最近都因為房子的事愁眉不展。一個在長沙，前幾年200多萬買了套學區房，當時覺得是硬通貨，學區房嘛，穩得很。結果市場一變，房子直接降了40-50萬。最要命的是，即便降了價，房子依然掛在那裡，無人問津，就是賣不掉。家裡急等錢用，可房子變現比想象中難得多。偶爾來個潛在買家，都是提着大刀來的，開口就是對半砍。他還欠着銀行一屁股貸款，以前是貸款買房，現在可能要面臨着貸款賣房的尷尬。賣房的錢說不定還不夠還銀行的。這是長沙買學區房的現在後悔了。另一個朋友在鄭州，2020年說樓市高位時入手了一套60-70萬的學區房，又花了10來萬精心裝修，總成本奔着80萬去了。現在呢，說掛牌50萬左右，底價咬着牙定在45萬，結果買家上來
就砍到35萬，也就是你不算裝修啊，70萬的学区房啊，人家上来直接就要35萬，就装修都不算了，他買的毛坯房就是70万，人家上來直接除以2，对吧？裝修算是送的，這意味着他不僅要虧掉首付，虧掉裝修，還得倒貼錢才能脫手。這兩個長沙、鄭州都是學區房，所以我說學區房不能碰啊。他苦笑着說啊，這哪是賣房，這是在割肉啊，這不是孤立。我身邊這樣的例子越來越多。以前我們總覺得房子是穩賺不賠的投資，是家庭財富的壓艙石，甚至是階層躍升的入場券。但這2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一個殘酷的現實，房子好像突然失去了它的流動性。你說就連鄭州、長沙这樣的省會城市，學區房都沒有了流動性，那你說說吧，你說其他的不是什麼4線城市，你還有的混嗎？對吧？那房子只能是鹤岗化啊，3線城市。那所以最近那個宝鸡是吧，3萬一套，8000一套，當地還說哎沒這麼便宜。如果現在沒這麼便宜，不着急啊，過2年就這麼便宜。這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啊。你看現在鄭州、長沙都這樣了。可是省會對不对？國際大都市啊，它不再是那個你今天買進，明天就能溢價賣出的硬通貨。你急着用錢，它卻像一塊沉重的石頭，死死拽住你。那種感覺，就像你明明擁有一筆財富，卻無法在關鍵時刻把它變成現金流。這背後其實是房子最根本的屬性正在發生一場靜默而深刻的轉變。這些就不說了啊，學區房為什麼會斷崖式下跌？對吧？這個你看看幼兒園，看看小學，我清楚的記得啊，2023年、22年、22年、23年，就這前後吧，已經上幼兒園還得找人，上公辦啊。現在我聽說他們上公辦幼兒園都跑到小區裡面做廣告啊，拉人吶，招不滿。那民營私立的那幼兒園，那貴的那早就關門了啊，一個月動不動7、8千、8、9千的那種。那早就關門了，混不下去了。公立幼兒園還一個月就1700吧，一個月啊1700，不到2000塊錢。以前你要想上公立還得找人，你去不了。你說現在是幼兒園到處找孩子，你就从這個你就知道學區房它扛不住啊，所以還有好多人在買學區房。你說是不是冤大頭、大寶貝、大冤種啊？隨着學區房的價格下跌，或者叫價值回歸，那是不是整個房價還得往下竄一竄，還要往下竄呢？我們再看啊，這個說一個中產返貧的軌跡，正好全踩中了啊，叫高位接盤，中年失業，投資虧光。你說這個是叫套餐啊，連招，一般都這樣啊，這一個接一個，叫好事不出門，壞事不對，叫什麼？叫禍不單行，福無雙至，打擊一定是接二連三的。為什麼呢？就是一般的人在遭到第一個打擊的時候，人就慌了，亂了，這個後面就是盲目盲動，就像落水的人開始撲騰啊。人到中年最慘的，從來不是一直貧窮，而是見過繁華，再看着它一點點從指縫間流失，那種心理落差足以擊垮一個人。作者說啊，他說我啊，這個意氣風發，高位接盤。2010年，作者啊，他說他從一個985大學畢業，順利進入南京一家甲級建築設計院工作，正好趕上房地產高速發展。10年啊，那你想想吧，烈火噴油的年代，項目一個接一個，996加班已成常態，但是收入確實挺可觀。2019年，就是9年以後啊，他就被院裡提拔為方案2所所長，手底下管理着20多個人，年薪也漲到了60多萬，這收入在南京妥妥算中產，對吧？南京要年薪60萬那是不錯了啊，在南京也算拔尖了，对不对？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同時認定房價會一直漲，槓桿越高，資產增值越快，就是加槓桿啊。抱着這雙重目的，他槓桿拉滿弓，高位入手一套總價600萬的學區房，首付200萬，貸款400萬，月供1.95萬。就相當于2萬塊嘛，月供。他在心裡盤算過，以前以目前的收入啊，月供壓力不是很大，而且慣性的認為未來收入只會越來越高。畢竟設計這行
越老越吃香。在当时全民信仰房價永遠漲的氣氛下，高槓桿買房不能說是一個錯誤的選擇，但是他和多數中產一樣，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前半生吃盡經濟的紅利，太順了，缺乏控制風險的意識，只見繁華，未遇深淵。那時許多中產從未經歷過完整的經濟周期，對市場缺乏敬畏之心，盲目自信，槓桿拉滿。而槓桿本身是一把雙刃劍，中年失業，房子淪為負資產。2021年，房地產開始一場史無前例的出清。作為下游行業，公司業務急劇減少。到了2024年，他收到了 HR 的通知書，人到中年面臨失業，而潘多拉的魔盒就此打開，人生進入失控階段。原來體面的生活都靠貸款換來的，而房貸、車貸、孩子貸這三座大山，僅靠單一的高工資支撐，家庭財務猶如高空走鋼絲，一旦有風吹草動，腳下就是萬丈深淵。他來不及傷心啊，當晚修改好簡歷，線上通過招聘軟件投遞，線下聯繫朋友內推，奈何現在不是一兩個公司的問題，而是整個行業都在萎縮。10幾年的工作經驗和人脈資源，在這個寒冬面前竟變得一文不值。經歷半年都沒有找到對口的工作，而房貸壓得他快喘不過氣來，感覺人一下蒼老了好幾歲，再也不見當年的意氣風發。他不是沒想過買房賣房自救，可中介的話讓他心裡涼了半截。同戶型最新的成交價已經跌到360萬，也打了6折了啊！要是急賣的話，只能到手340万，連銀行貸款都填不上，外加首付和這幾年的月供都打了水漂，賣也不是，不賣也不是，进退兩難，几近崩潰。你看啊，一個985大學畢業，10年畢業的吧，15年以後變成這樣。人在走投無路時，往往會做出不理智的選擇。你看，這就是啊，為什麼呢？慌了，亂了，這就像落水的人，越這樣啊，他越渴越吃鹽，他就開始做一些在理智情況下認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就能做啊。既然找不到工作，那就自己當老闆。你看看啊，第一步。於是他把家裡僅剩的30万積蓄全部拿去開餐館，你看看，這叫地獄無門偏進來呀。頭1個月為了打響名聲，全場7折，人氣還算可以，就是虧本賺吆喝。而第2個月恢復原價，人家少了一大半，每天營業額連房租和人員工資都覆蓋不了。在經濟下行期，每個人都捂緊錢袋子，消費降級，難怪現在大街上到處都是轉讓出租的店鋪，結果不到半年就撐不下去，投資全部虧空。你看這個2021年開始是吧？我天天就建議啊，千萬不要去創業啊，不要開餐館啊，不要加盟什麼奶茶店吶、火鍋店，把錢存銀行。多少人是吧？就倒在這兒，可以騙你的錢不能啊，可以騙你的人呢，不能騙你的錢。這哥們就是不懂啊！如果他天天看我節目，他不會去幹這事啊。在關店的那個夜晚，他獨自坐在店裡的黑暗角落，雙肩在微微顫抖。本想逆天改命，結果卻背了更多的饑荒。他不是個例，而是這個時代許多人的縮影。所以說到這裡，我再強調一下啊，咱們有很多人在人生總會起起伏伏啊。你現在混得再好，未來也會失業。就是失業應該是我們每個人人生中必經階段啊，99%的人吧都會經歷失業。所以你要記住了，一旦你失業，你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不要慌，而是要休息，千萬不要盲動，要讓自己冷靜下來，對吧？可以出去轉一轉，對吧？到處走一走，看一看，2個月、3個月，調整一下自己，千萬不要急於啊什麼我看誰賺錢，我要去學。哎，晚上說這個賺錢，我要交錢培訓。哎，說那開餐館加盟賺錢，或者是紅綠市場賺錢。我知道啊，人在那個狀態下特別想找出路，特別想改變現狀。那個時候呢，稍微外面有個誘惑，你就很容易啊被他打動，因為你需要啊。那這實際上是你走上不歸路，就把人就是說越陷越深的開始。
所以我早就說了啊，失業不是你，对吧？最慘的时候，失業而盲動，那才叫慘，對吧？所以說以後失業了，不要把它當回事。失業就是因為你要記住了，人人都會失業，對吧？那你失業了，那就趕上來怎麼辦呢？先休息休息，調整調整心態，對吧？這個作者寫的這人，那就是盲動啊，那點窩囊廢是不是30萬一下沒了？這不是個例，這是這個時代許多人的縮影。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所以從恆大一爆雷以後，是吧？我們天天做節目，每天都聊，不厭其煩。實際上就是告訴大家要收縮，要保現金，对吧？要不能上槓桿，絕不投資，把工作保住，对吧？任何投資我都不參與，這樣你才能度過這個難關呢。這個985大學生，已經人到中年了，對吧？40來歲了，基本上是廢了。這個你想啊，他的30萬沒了，那後面沒錢，那他這房子啊，到時候就要被拍賣。他這房子一拍賣，他那自己首付200萬沒了，這麼哪年還的利息沒了，他就相當於他被洗過一遍，一貧如洗。完了之後賣完之後，他還欠銀行幾十萬，最少是欠幾十萬啊，多則有可能欠銀行100萬，因為銀行一旦起訴你，他有執行費、訴訟費、律師費、保全費，那些費對吧？還有叫什麼叫滯納金吶，或者叫什麼罰息啊，那玩意兒多了去了啊，全給你算上。你莫名其妙你房子沒了，你還欠銀行100万，你前半生所有的都沒了，对吧？那你说還背了一個債，這就是985大學生，你說他還能爬起來嗎？多難啊，是不是？但是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啊，他不是個案了，打垮他的啊，實際上是失業，是找不到工作，對吧？雖然高位買房確實買的高了一點，是吧？但如果他工作一直在的話，他沒有問題啊。雖然房子已經腰斬，但是對他沒有影響，他繼續還按揭貸款。所以說，對於他來說，這最大的打擊是沒有工作。所以我們現在要搞清楚啊，對吧？你買房的話，你要考慮，如果是消費一次付清，那倒好說；如果你是貸款30年，那你就要搞明白，你這30年要失業，你這失業到底怎麼辦？到時候失業了，你能不能扛過去？你要不要說不失業，人人都會失業吧？你要考慮的是失業之後怎麼辦，而不是說不失業。誰能保證自己不失業呢？你倒是挺好的，但是你們單位黄了，破產了，你不就失業了嗎？所以這個也是現在年輕人啊越來越清醒的原因，大家越來越明白這個道理。房子已經沒有執念了，然後就是自己買得起就買，買不起算了，对吧？用30年的貸款把自己套牢。這個很多人就覺得這個太危險了，萬一失業到時候就焦慮，一年老好幾歲。所以說在這種背景下，你出什麼刺激政策，刺激沒人會買，對吧？所以說它不会有什麼太大的效果，你除非把大家的錢包啊口袋給刺激起来，口袋鼓了，那大家有可能就買。10幾年白幹，一個985大學生最後還欠銀行錢。所以那些沒買房的啊，一定要三思而後行。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